有课的时候呢，反而啊，你就玩得更起劲了。我不是实话小婴儿，但我每天晚上凌晨2点分享一句实话。哎呀，我去！哎，那活珠子真的好吃吗？我最近老刷到哎。应该还行吧。那个好吃还是鸡蛋好吃？活珠好吃，我不爱吃鸡蛋，太硬了。老板说地不变，没2000。开始。傳來法語問你是我的家屬吧，原來我已自那白浪之巔墮下，明明分開，為何打這號碼？你可會很不解我怎不散了他？我知不該，但是不改，像某種流亡的愛，千里之外，聯繫還是依在。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？要是我今晚異地斷氣，問你可肯即夜趕搭通宵客機？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？在無人以口裏煩住你，若覺得將這責任加諸很離奇，是我自私今世最後騷擾的人兒，只想是你。誰聯絡你？若我在某冰川遇難，然而教你苦痛亦算黑色浪漫，甜蜜那陣時關懷日子總講到大淚眼，誰料情感無常，這假設太簡單。你有沒有一絲傷悲？要是我今晚即將關掉特效，我要重開，拜拜。